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oris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點樣去放鬆我哋大髀內側嘅肌肉，從而舒緩我哋大髀內側痛，或者係膝內側痛，甚至係我哋嘅拇指外翻嘅問題嘅。我而家示範下。首先我哋要側坐嘅，入邊個腳曲膝90度放喺地面，外邊隻腳向後，盡量嘅膝頭伸直，然後腳掌踩實嘅地面，腳指向正外側嘅方向。而家我前後腳嘅角度大概係90度角嘅，身體向住正前方，吸啖氣坐直嘅人，呼氣嘅時候慢慢聚我自身嘅力量落去，呢個時候會感覺得到大髀內側會有拉伸嘅感覺嘅。維持喺呢度，保持均勻嘅呼吸，大概15至到20秒左右就可以放鬆。慢慢捲起個腳掌，曲膝搬翻隻腳翻嚟。同樣嘅動作，我哋每邊腳可以做2至3次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大髀內側痛，甚至係膝痛、拇指外翻嘅問題，不妨多啲試下呢個動作。今日嘅分享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